你敢唔敢信？依家中山仲有啲現房單價低到5字頭就有機會揀，重點係唔止係平，而係連門檻都幫你壓低咗。今日帶大家睇嘅就係我哋雅居樂星月啦。今條片嘅話，我唔同你講太多虛嘅，我同你猜一件事：如果預算真係卡得好緊嘅話，呢種盤到底值唔值得認真睇呢？嚟到雅居樂星月9棟嘅樣板房，我即刻心動晒。呢度喺9樓嘅樓王位，景觀最開揚，望如林夢得最靚。86平方3房實用得嚟，夠晒明亮。126平方4房，闊到可以一家人喺度開 party。方正嘅戶型，南北對流，雙樓台。朝早飲杯咖啡，夜晚吹風超，生活就係咁簡單自在。仲有雅居樂5星級物管，服務貼心到爆，現樓即買即收樓即辦證，神灣誠心嘅位置，樓下1+1商圈，食買玩醫教全部2公里內都可以搞掂，總價親民，性價比爆燈啊！心動未？心動嘅話就過嚟搵我睇樓啦！